新一年有咩要等？新一年好多嘢搵，新一年好多嘢諗，要進步係要實行。新一年拍子要搵個 feel，好似 MC Jin、MC 人，遇到知音埋嚟食佢鑊濕，冇錯意念未可以發揮，技術永遠唔見底，現實就算似螻蟻，但各種嘢莫文蔚。聽鐵 Do you know me？ 燒嘢食影到撈面 ，rapper 有咩分別？可能係比較親切。一、二，然後三，還完，然後散，離開，然後返，藝術就係咁。一、二，然後三，還完，然後散，離開，然後返，藝術就係咁。Yeah， 見到嗰隻每一日都進步，或者我還原基本步，我可以做得更好。有 feel 咪嚟段 freestyle， 呢段 OK， 呢段 OK，Trendy yeah。點樣先算 rap？ 點樣先算叻？呢啲唔係 trap， 點頭係 boom bap。Yo my track，my track， 我都想可以有人會聽，歌詞都想有人會 get， 身材就梗係走 fat， 狀態就好似舊石，簡單嘅歌詞簡單嘅歌，走心嘅思緒似着緊火，命途就算係注定坎坷，20生活慣咗捕獲，呢首歌冇乜點顯示嚟緊新一年，我嘅風格會係點？唔百變係因為磨練。一、二，然後三，還原，然後散，離開，然後返，藝術就係咁。一、二，然後三，還原，然後散，離開，然後返，藝術就係咁。